啊，每一个人都有苦衷嘛。阮囡仔安怎啦？吼，阮新妇安怎啦？吼，阮安怎？我身体安怎？这正常的啦。大家若拢无安怎吼，迄无正常啦。各位，你听有无？你有安怎就是正常的。世间就是一定有业力嘛，每一人拢有因果嘛。各位，安尼你听有啊无？啊，若有安怎你爱想我开，爱想我开。各位知无？考验，因安怎甲祝福，安尼各位啊，毋免起心肝，毋好起心肝，在做迄种假嘛。一切色相皆是虚妄，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嘛。你爱知影这色相就是你看到的这所有的环境，也是人代志，各位物件，这种假啊，拢假是甲你一段缘尔，迄毋是你的囡仔就是你的囡仔吗？你的囝就是你的囝吗？毋是啊，迄是即世甲你有缘尔。啊，迄缘呢有长有短啊。啊，有善缘，有恶缘啊，有诶来报恩，有诶来报仇啊。所以你毋免刻伫心肝，过去就好啊，甲尊重各位安尼，伊互伊去发展，吼，互伊去发挥。各位安尼知无？你毋好甲白脚白手，啊，你诶心毋好操烦，莫操烦，快快乐乐，为着你未来要去西方叫做世界。各位安尼，你好好认真拍拼，这才是要紧。是安尼讲，毋知恁听落啊未？听落无？各位爱听落了。各位，这才是佛法的真理伫遮呢。佛法的真理，好，愿意出功德，平定喜切，强发菩提心，同生安乐国。